台湾民间故事白贼七啊。白贼七啊是一个头壳真好的少年家，伊住伫嘉义县附近的庄仔内，本姓姓张，伫厝里排行第7。因为真爱甲人创治，阁真够讲白贼，所以大家拢叫伊白贼七啊。有一届庄里的人伫路里撞到白贼七啊。虽然大家拢讲白贼七啊真够讲白贼甲人骗，毋过这个人毋相信，伊认为家己真巧，无遐尼简单就互人骗去，所以伊就甲白贼七啊炸落来，毋互伊过。对白贼七啊讲：“人讲你真够讲白贼，啊你嘛讲两句仔来互我听看卖咧。”白贼七啊无想要插伊，对喙甲因讲：“我即摆无时间甲你浪喙花啦，我要紧赶来去嘉义市，看城隍爷游景。听讲即摆游景来真侪人呢，阵头就超过100外阵，你敢知影迄有偌闹热咧？所以我无时间讲白贼互你听。”讲煞，白贼七啊，就赶紧去赶路啊。这个人一听到市啊城隍爷在游景，就紧走去庄头，甲大家讲，招大家做伙坐牛车去市内看游景。一堆人空气放咧，欢头喜面，坐牛车哭到嘉义市，才发觉世界甜滋滋。哪有倒位在游景咧？甲人探听才知影，游景是顶个月的代志。大家听一个气甲一定的白贼七啊！白贼七啊，就是靠迄支喙四界变、四界骗食。伫白贼七啊大个庄仔内，有一个真爱收集古董甲宝物的好野人。名叫吴万金，是一个真贪心、阁当生的酷仔仙。大家拢叫伊吴元月。庄内收成无好的时，村民会甲吴元月借钱转息，吴元月拢会甲利息钱摕互足悬足悬的，所以伊就愈来愈好业，村民就愈来愈善食。所有的村民拢足讨厌吴万金这个守财奴，毋过阁无伊的法度。白贼七啊嘛看袂惯死吴元月剥削村民的行为，所以伊决定要互吴元月一点仔教示。有一天，伊来到吴元月厝里，对吴元月讲：阮厝内发生淡薄仔问题，急需要用钱，敢会使请你借我30两银？我1个月了后就会当还你。吴元月讲：要借钱哦，无问题。毋过1个月了后，你爱还我60两银哦。哇！利息遐尼悬，是要惊死人哦！白贼七啊，惊一条。吴元月应伊讲：要借毋借随在你啊，我袂甲你勉强。若是要甲我借钱，就爱照我的规矩付利息，若无就免讲啊。无法度，白贼七啊，只好答应，摕到30两银。紧赶转去厝里，1个月的期限真紧就到位啊！毋过白贼七啊，敢若已经袂记得这项代志啊，拢无要还钱的意思。吴元月发觉白贼七啊还钱的期限到啊，也毋过白贼七啊拢无啥物表现，亲像无要照约束行的款。
吴元月决定亲身登门去甲伊讨谢。到行前迄天，吴元月气噗噗，拢白贼七来因兜的门。白贼七啊，早就料到吴元月一定会来找伊讨谢，所以伊早就有准备为台南有名的钱庄领60两银出来，事先寄囥伫朋友因兜。等吴元月来弄门的时，伊马上开门迎接，讲：啊，元月啊，真歹势，互你亲身来一撮。我拄好要去恁兜行前讲，你就来啊！吴元月口气无啥好，甲因讲：废话免讲啦，期限到啊！我借你的钱，你到底是要还，也是毋还？白贼七啊，因讲：还，当然嘛是爱还，期限是到今仔日中昼。我早就甲钱传好势啊，欠伫台南上有名的钱庄内底，因为钱庄爱早起9点才有开门，我拄要出门去领钱，你就来啊！吴元月讲：骗笑诶，对遮到台南阁转来，骑上紧诶马去，上无嘛爱2工。你分明想要乱笑，阁想要甲我装笑诶！白贼七啊讲：袂啦，我哪会甲你装笑诶？我有一只万里马，一工会当走1万里路，对遮到台南只要1点钟，来回干那2点钟尔。你伫遮等我念伊就转来。吴元月半信半犹豫，开嘴讲：你敢袂想要趁机会逃走吼？元月啊，你做你放心，阮某甲阮厝拢伫遮，我是要走对倒位去？白贼七啊，哪讲哪爬上马仔顶。吴元月心内想：一工走1万里，较有遮神奇的代志。好，反正无代志，我就踮遮等，看你会当变出什么把戏。过差不多2点钟，时间要我5时，果然看到白贼七啊骑一只3尾巴的马仔转来，马仔顶阁放一卡重布布的袋仔。我转来啊！这是60两银，请你点收。吴元月透开袋仔喙看一个真，果然真正是60两银，每一个元宝顶头拢刻有台南钱庄的记号。吴元月上喜意收集古董甲宝物，伊随甲白贼七啊讲：失敬啊！借问吼，你这只马啊是倒位来的？你敢会使甲这只宝马卖互我？白贼七啊，连想都无想，马上就甲伊拒绝，讲：袂使啦，这只宝马真珍贵呢，我毋甘卖。袂堪得吴元月再三要求，白贼七啊讲：好啦，既然你都遮有诚意，安尼我就甲宝马卖互你。毋过我爱先甲你声明哦，这毋是一只普通的马，要骑伊进前爱先祈祷，而且爱问伊，等到伊点头才会当骑。安尼才会当发挥伊日行万里的神力哦。就安尼，吴元月就用300两银买到这只万里马。白贼七啊，毋免还60两银，
抑阁倒趁260两银，所以因两人拢真欢喜。吴元贵返到厝了后，随甲万里马祈祷。万里马啊，万里马，我想要徛你，请你紧点头。祈祷规半步，万里马看起来拢无想要点头的意思。吴元贵愈念心愈急，愈求火愈大。尾后，伊不管3721，直接跳起你马仔顶，砰！可怜的万里马，未堪得吴元贵肥足足的体材，四骹一个晕落去，活活互吴元贵地死啊！吴元贵也因为无细字，摔一个头青目肿。哎哟，好疼死人啊！可恶的白贼七啊，竟然敢骗我！等我伤势若较好的时阵，一定要找伊算账。哎哟，美妙，哪会这呢疼？白贼七啊，知影吴元贵一定会来找伊算账，所以伊就先买通吴元贵因兜的长工，叫伊若听到什么消息，就爱紧来甲伊通知。过无几工，这个长工雄雄公公走来白贼七啊因兜，甲白贼七啊讲：你着较紧走啊！阮老爷讲5时要带人来找你算账，你若毋走，惊会互人活活拍死哦！白贼七啊摕半两银互伊，叫伊免烦恼。倒走去菜市啊，买真济青菜甲鱼肉，每一种拢款2份。白贼七啊，甲其中1份放入去鼎底煮，煮甲香滚滚；另外1份放伫桌顶。要换豆的时，吴元贵就气喘喘，一群人远远对遮来。白贼七啊，就吩咐因某。好好啊交代吴元贵，家己将桌顶的菜色甲鱼肉赶咧，为后壁门选出去。吴元贵一入门，就大声喊：白贼七啊，你甲我出来！你紧甲我出来！好胆就卖米，你紧甲我出来！喊规半步，也无看到什么影子。敢若看到白贼七啊因某看看行出来，甲伊讲：阮阿七啊伊一透早就出门啊！来，元贵啊，遮济。透早就出门去啊！无要紧，我就坐点遮等，看伊会当秘偌久，我都毋信伊未转来。话拄讲煞，就看到白贼七啊双手赶一堆菜色甲鱼肉行入来。吴元贵未堪得去，随徛起来，甲白贼七啊胸坎张咧，大声话讲：你这个变贤啊，我今仔日绝对要互你青笑。无想到白贼七啊，目睭微微，笑笑啊问讲：吴元贵，什么代志惹你遮生气？咦，你敢无骑万里马来？你无讲我无去，愈讲我愈生气。你阁好意思讲万里马？迄是什么后古马？我一跳起你，伊就甲我地死啊！毋对，我一跳起你，伊就互我地死啊！你这个变贤啊，紧加300两银还我！白贼七啊，听煞，放声大哭。
啊，个可怜的万里马啊！恁哪会死甲这呢凄惨啊？死甲这冤枉啊！啊，拢是我毋好，拢是我毋好，我无应该为着300两银，都甲你卖互武元贵。我的万里马啊！白贼七啊，真伤心，哭一大困了后，雄雄大声问：啊，是安怎我徛遐久，万里马拢无出代志？啊，你才徛一摆，就甲伊地死？你一定无照我的吩咐先祈祷，等伊点头才爬起你徛，对无？武元贵嘀嘀嘟嘟，嘟嘟半工，才讲：我有祈祷啊，只是问几半步，伊拢毋点头，我等甲风回倒，才会。武元贵想想咧，87啊讲诶嘛有道理，就想讲莫阁追究啊，翻身要走。87啊紧甲口调咧，元贵啊，来就来啊！即马拄好是食豆诶时，我拄买菜转来，无你着留落来做伙食饭安怎？武元贵讲。你菜拄食才买转来，我等甲你煮好，嘛爱等诚久啊！我看免啦，我要是转来去阮厝食较紧啦。87啊讲，袂啦，阮兜有一口祖传的宝鼎，毋管啥物菜色，也是鱼肉肉，放入去毋免5分钟。随着有通食，武元贵一听到有宝物，规个目睭点大蕊，决定要留落来见识看卖。就看到877啊，甲菜灌入去灶骹，无5分钟久，伊就烹出一鼎香滚滚的卤肉出来。伊讲：武元贵，菜甲鱼肉拢熟啊，会当食。哇！遮紧就煮好哦。伊详细看烹出来的菜色，确实甲877啊拄则灌入去的菜拢同款。伊哪食哪想，真正有好食，这真正是一口宝鼎呢。伊愈想要爱这口宝鼎。就开喙甲877啊参详，你敢会使甲这口宝鼎卖互我？877啊，假做真为难讲，我迄只万里马卖互你，一到你的手头，就互你地死啊！这口宝鼎若阁卖互你，毋知阁会变安怎咧？我想。是卖卖较妥当啦。武元贵真着急，接咧讲：你放心啦，我甲你挂保证，我一定会好好爱惜这口鼎，绝对袂甲伊拍起角去。我会当阁付你300两银，请你一定爱卖互我。伫咧武元贵再三要求之下。877啊，轻人送，就阁趁到300两银咯。武元贵得到宝鼎了后，真欢喜，决心要利用伊做寿的时阵，好好点一个。所以，伊就四界放贴啊，甲庄内所有头有面的好野人，甲亲情50、朋友60。拢邀请来参加伊的寿宴，伊嘛请足侪有名的总铺师甲刀子，毋过伊只要求因甲鸡、鱼、肉、菜色拢准备好势就好啊，毋免因动鼎灶，嘛毋免因起火煮。
等所有的人客拢来交齐了后，吴元贵得意洋洋地讲：“在座的亲情朋友、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今仔日我要用世上罕见的宝鼎来煮物件互大家食。我要甲青鱼、肉、菜色拢放入去这口宝鼎内底，只要5分钟，伊就会有神奇的变化。请恁大家目睭点互金，目睭皮毋通捏，斟酌看哦。”讲煞了后，吴元贵就摕出宝鼎，甲杜仔婿准备好的鱼、肉、菜色，拢倒入去鼎内底。5分钟了后，吴元贵讲：“好啊好啊，来，会当食，大家免客气，尽量用。”吴元贵一拍开鼎盖，家己先硬一块肉，放入去嘴里啵啵咧，感觉好亲像是青，根本就无色嘛。人客看到这拢挡袂牢，放声大笑，议论纷纷，笑讲吴元贵头壳一定有问题，若无就是甲大家当作眼头装笑诶。无一时仔的时间，大家就拢走了啊。